好，绕早绕早，大家拢绕早。新的一天，有新的快乐，了不悲屈。看做话动作，绕早吃饱嘞，绕早吃饱嘞。爸爸妈妈咱做伙唱，唱给囡仔听。我真好，你好无？我真好。更欢喜，我弄破去啊，还是最伤心的，最伤心的对无？因为家己无注意，然后呢换破去啊。哦，所以妈妈就甲讲，哎呀，我知你一定足艰苦的，但是呢，咱即摆变怎做？你心情较会变好。阿水讲对啊，我足伤心嘛，足艰苦的。然后呢，妈妈就甲讲，咱伤心的时阵啊，会当伤心的，会当好袂？会使无？会啊，会啊，这会上哦。爱甲菜小是吧？对，好。即摆呢，妈妈就甲问讲，请问你伫你即只太空船内底，你感觉安怎？足趣味的，啊，搁有咧？哦，感觉足欢喜的，足好耍的，啊，搁有无？你咪讲，感觉真趣味对嘛？我的房间今日会使变成外太空，而且我有一台家己的太空船的。哦，即摆呢，妈妈就讲，请问你安尼心情有变好无？有，已经变好啊。哇，因为这水彩无小心安怎？缘到啊，然后呢？伊画足久的图，我系啊，我是这么是，去了啊，已经安怎？中尾画好又搁废去啊，对无？这时阵正常来讲，心情应该是，就收起的，伊的面变成什么色的？红色，红公公，所以非常的受气，足掠讲的对无？啊，所以又搁受气啊！伊感觉伊的面足烧足烫的，伊感觉伊的喙齿紧咬了足安尼，然后呢，讲咩叫？无对不对？伊帮助家己冷静落来哦，吼。哦，所以讲呢，阿水呢冷静落来了，伊撞出来哦，对啦，听，砰，妈妈，你甲我讲的这方法足有效的呢。我发现呢，我若受气时阵，我去坐外太空船呢，哇，我了伊就无受气啊，我会当帮助我家己啊，哦。所以讲，妈妈就甲讲，所以啊，连讲你若个受气时阵，你会使去倒位？哎，咱今日当年抓批起来吼，一人。然后先问过，无受气过野手，无可能啊吼，讲无野手的麻烦听。买几载？来，咱即摆呢，顺咱呢，来，咱对咱的买载开始哈，咱先顺这个这慢慢。你看你的手做专心哦，你的镜头啊，好，来，搁一遍哦，对你的尾再开始，好，开始哦，顺这个最专心的看你的所在，你受气时阵，你会使一直看安尼，有人已经画了吧？慢慢哦，已经画了是吧？哎，谢。那些空色叫啊色，对，敢捌听过这条歌？有听，来，天有啥物色？红色、干嘛色？黄色、青色就是草仔色，啊这个蓝色天顶的色对吧？啊再来咧，这个阿爸的鞋啊，迄啥物色？哎，迄个葱色，好，就是说讲拿都紫色安尼，啊这个咧？紫色，嘛再讲，叶仔色、无道色，对吧？好，啊来，这边创啥物呢？同款哦，咱来呢，两个人。